那段时间真的是不容易啊，每个月工资也就4000块钱，还要交房租啊、水电呐、电话费、网费，还有交通费。反正怎么说呢，一个月吃饭钱呢，不能超过1000块钱，要不然到月底的时候，连碗拉面都吃不起了。我也跟他们下过几次馆子，看过几场电影，也曾经奢侈过跟他们一起打车。这一个月下来，真的剩不了多少钱了。最后到月底的时候，只能一个人偷偷的啃着方便面。后来发展到我跟同事借钱陪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其实他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没钱并不富裕，所以经常的和我抢着买单。即便是如此，我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。你也真够不容易的。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还是挺可笑的。哎，爱宝，你知道吗？他多难约啊！每次给他打电话都各种理由。哇，你知道我们李组在学校有多红吗？多少男生约他吃饭，他都不出去。你这么大牌啊？真的呀？很大牌，但是他很忙嘛，可以理解一下哈，对吧？替他说话呢。哎，你都准备了那么久，就别撑着了吧，快拿出来给他。当你的礼物，送给我的礼物，来看一下。